喺度諗緊，如果我可以喺外太空生活，每日都可以觀賞到好靚嘅星星同埋月亮，咁就好啦。乜你唔知嘅咩？我哋中國有一個空間站叫做天宮，佢就好似太空嘅家，太空人可以喺入邊生活同埋工作。哇，聽落好正喎！咁裏邊有啲咩㗎？入邊有個實驗室，太空人可以喺入邊做唔同嘅科學實驗，例如研究植物喺太空中點樣生長。咁太空站天宮係點樣上去太空㗎？太空站天宮係由火箭發射上去，每次發射都要幾個鐘，然後佢就會圍住地球兜圈。話時話先嚟，如果有機會上去空間站天宮，咁你最想喺嗰度做啲乜嘢？我最想去睇下地球個樣，喺太空可以睇到成個地球嘅樣，肯定好靚嘅。咦，咁你呢？我想試下喺外太空失重嘅狀態下行路。喺失重嘅狀態下行路，人會漂浮，行路就變得好有趣噶啦。咦，話時話，學校你係點樣可以學到咁多關於天宮嘅知識㗎？因為我喺圖書館嗰度借咗一本書，叫做《空間站裏有什麼》。怪唔得知啦，我都要好好學習，將來變成一個太空人。好啊，加油！太空安全屬於國家安全嘅其中一個重點領域，維護太空安全亦都成為重要國家安全戰略。我哋相信推動航天事業能夠造就唔單止全中國，而係全人類嘅福祉。同學，你哋又知唔知道，除咗科學實驗，天宮入邊嘅太空人更加為地面嘅學生開展互動式嘅課堂，同學生一齊探索神秘嘅太空，提高小朋友對科學嘅興趣，促進 STEM 教育，亦都培養中國未來嘅科技人才。同學，你哋又想唔想同太空人一齊上堂呢？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加多中國嘅航天發展，又或者其他科技嘅發展嘅話，快啲到圖書館借閱有關書籍啦！